你不发烧了吗？我早就好了呀，而且昨天林默也知道了。复发了，工作压力太大，孙俪逼得太紧，又烧了。这合理吗？他能相信吗？谈恋爱哪有什么合理不合理啊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如果他知道了，他就一定会来看你；如果他知道了还不来看你啊，那就说明什么？说明他移情别恋了，你完了。试试呗，反正又没别的方法了。手机口，干嘛？拍个照片，拍张照片。来，你生病了。再虚一点。趴下。好了。你看我淘这个东西怎么样？可以吧？挺好的。不会真的脑子烧坏了吧？哎，看什么呢？没事啊。哎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被孙俪整，高烧反复，要亲亲，要抱抱，要举高高，难受。什么呀？哎，给我看。那个，我还有事约了个人，我先出去一趟，回见。哎呀，这小淘气有情况啊！肯定是骗人的。你别紧张，肯定会来的。我哪儿紧张了？大哥，10分钟看了8次表了。哎呀，不等。哎，都这一步了，我再帮你一把吧。哎，高山，说了你别逞强，他怎么了？哎呀，都说了你别逞强，非得逞强，晕一上午了，而且喝一些奇奇怪怪的男子周旋，实在扛不住。走，去医院。没事，我回去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哎，行了，我来了，就这个啊。还有这些。你能提前跟我说一下呀？那不能啊，提前告诉你演的就不自然了。爱情的路上总得有点困难，撒娇卖萌，胆大心细，8字方针，切记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喂？哎呀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你放心，肯定没事，你放心啊。哎，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我妈说我爸胃病犯了，还挺严重。那你赶紧去看看吧。这我哪走得开呀？对吧？哎呀，交给我吧。那只能这样了。我先走了。哎呀，难受。能不能自己走？我试试啊。不行。行，我来，1、2、3，慢点。所以我就说，哪有我干不成的事？忙完别人的了，该忙自己的了。